2026年馬年花市一如既往連續2日喺 Westminster Mall 溜冰場舉行，活動焦點包括70多個攤位，擺賣賀年禮品、食品、年花、雜貨、精品、手工藝品、首飾等等，而且仲有超過40個精彩表演。我哋風騷廣愛城團隊拉隊入場，帶大家睇下熱鬧，一齊感受下農曆新年嘅氣氛。我哋仲同現場幾位香港人檔主傾下偈，事不宜遲，去邊？咪得 Key 第一年擺檔，係啊，今年係我哋第一年啦，往年都未有諗過喺度擺檔嘅，咁啊希望喺呢一年咧就可以更加多嘅人咧認識我哋 Lucky Deals。咁你覺得今年嘅氣氛好唔好啊？我覺得未咁嚟咗咁多年嚟講咧，其實個氣氛今年咧係最好嘅，人咧入場嘅人咧都比較多，同埋今年嗰啲表演咧都非常之精彩啊！即係一個表演到下一個表演，真係好。咁今日嚟到馬年花市，點解亞茲海默爾協會會喺度擺攤位嘅咧？因為我哋而家咧係趁住有呢個年宵花市啦，咁就令到更加多華人社區嘅朋友們知道我哋嘅存在啦，同埋我哋舊年咧亦都開始會有中文嘅服務，包括廣東話同埋普通話，咁就希望可以接觸到更加多我哋社區入邊有需要嘅人士啦，亦都令到大家咧可以提高對於亞茲海默症嘅認識，咁我哋可以提早作出預防，同埋可以幫到身邊嘅人咁樣嘅。
下檔主今年有啲咩賣啊？我哋都係賀年禮品咯，有 cushion 啦，有啲頭飾啊，有啲耳環啊，咁仲有啲麻雀糖啦，今年就。睇完咁多個 show，又逛完咁多個攤位，臨走之前當然要買翻啲賀年食品翻屋企啦，蛋散、笑口棗、蘿蔔糕同埋年糕。香港愛城團隊在此恭祝各位馬年馬到功成，龍馬精神，一馬當先，馬上有錢，馬力全開。